高碩有幸參與逐夢航天自貿海南2026香港媒體達人富瓊交流採風活動。未來我將圍繞瓊港文旅合作、海島 IP 海外傳播等議題積極交流，共謀發展，凝聚傳播力量，為海南文旅國際化發展速力賦能。大會特別舉辦授牌儀式及瓊港文旅沙龍，高碩很榮幸獲聘任為海南旅遊國際推薦官。第一点就是旅游方面，就是好吃好玩，还有很有文化。我们香港很多年轻人啊，他的梦想已經改變了啊！從前他可能想當明星、當網紅，但是 nice。好榮幸啦，能夠今次得到推薦官呢個名額。咁啊，海南係一個好食、好玩同埋好大發展空間嘅一個地方。咁啊，未來希望能夠同呢度多啲自媒體人多多合作，一齊雙向奔赴，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。之後，我將帶大家感受海南自貿港的魅力。